Hello，大家好，我係曉怡。經濟麻麻地，政府好多嘢都開源節流啊。近日收到好多老友記表示，明明一直都攞得好好地嘅長者生活津貼，突然之間被社署抽查，取消資格，甚至要倒貼返10幾萬蚊交返俾政府添啊。其實長生津嘅審查機制遠遠比想象中嚴格，好多老人家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往往因為唔了解、唔知道細節，唔小心中咗招都唔知。今日呢條影片，我會幫大家一次過拆解長者生活津貼嘅7大 DQ 致命陷阱，仲有揭開好多人都唔知嘅保命機制。內容非常之重要實用，因為忽略咗是但一樣都隨時會咩都冇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同埋分享俾朋友或者身邊嘅長者。Paper Hill 先嚟講講長者生活津貼被突然取消嘅7大陷阱。一、財務審查超標同埋資產形態轉變。首先，最常見亦都係金額追討得最慘烈嘅，就係財務審查超標啦。大家都知道長生津有資產同埋入息上限，截至2026年嘅最新數字，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係415000蚊，每月嘅入息上限係10900蚊，而夫婦嘅資產上限係63萬，入息上限係16680蚊。如果符合資格嘅話，每個人每個月就可以拎到4345蚊啦。注意返啦，資產嘅定義除咗現金，仲包括銀行嘅存款、股票、基金、外幣、非自住物業、土地、商業牌照同埋金條等等。而每個月入息嘅定義呢，就包括薪金連埋佣金、獎金、退休金、長俸、物業嘅租金收入、定期派息等等。如果係子女俾嘅供養費同埋強積金嘅一次性提取，通常都唔計入入息嘅，但係你擺落銀行之後會計入資產嘅總值。以上嘅金額大家都可能知，但係好多人踩坑嘅係資產轉變形態呢幾個字啊。究竟咩係資產轉變形態呢？等我哋一齊睇睇以下4個真實嘅陷阱啦。第一，賣出自住物業套現。原本豁免嘅自住物業賣出之後所得嘅現金存入銀行，會即時變為現金資產，導致總值資產過界。就好似陳伯咁，佢原本住喺一個自己名下嘅小單位，自住物業喺社署嘅制度下係豁免計算資產嘅。但係年幾前，陳伯因為年紀大，搬咗去同仔女住，將個自住樓賣咗，套現咗150萬存入銀行。陳伯以為呢啲係自己辛苦買樓賺返嚟嘅錢，點知一存入銀行，豁免嘅身份即時消失，變成咗現金資產。喺社署抽查到嘅嗰一刻，陳伯因為資產爆表，即時被 DQ 啊，仲要被追返買樓交收當日起計返嘅所有長者生活津貼。第二就係購買香港年金而領取嘅派息。香港年金計劃每月所發放嘅年金款項會被社署視為每月入息。張太聽人講買年金好，可以每月有固定嘅收入，於是將一部分存款買咗政府嘅年金。雖然年金嘅保單現金價值一般唔計入資產，但係年金每月派俾張太嘅錢會被社署直接認定為每月入息。如果張太有本身其他嘅租金收入或者兼職，年金派息一加落去，入息一超標超過10900蚊，就會即時被 DQ 啊。第三，突發性承繼遺產。如果因為親友身故而承繼現金、股票或者土地物業，即使未完成注名手續，只要法律權益成立，而且總資產超標嘅話，即屬過界。好似李伯伯嘅弟弟過咗身，留低咗少少內地土地同埋存款，李伯伯係承繼人之一，即使法律程序未辦妥，錢亦都未真正落到李伯伯個袋，只要法律承繼權益一成立，社署就會將嗰一筆錢計落李伯伯嘅名下。如果冇主動申報，日後俾人查出嘅話，社署會實施一個叫做追溯性嘅 DQ。第四，短時間之內將資產轉名俾仔女啊。社署復檢嘅時候，如果發現申請之前或者領取期間，短時間之內將資產轉名俾仔女，或者以極低價轉讓，佢哋有權追溯，
並且將呢一筆資金繼續視為長者嘅資產而計算。呢個係最多人犯嘅錯誤。好多人以為我戶口有60萬，超過咗40萬上限，咁我提走30萬俾仔女咪得咯。大家千祈唔好低估社署嘅調查能力。社署復檢嘅時候會要求提供過去幾年戶口嘅流水賬。如果發現短時間之內有一大筆無理嘅資金轉走，或者以極低價將資產轉移俾親戚嘅話，社署有權會評估呢啲叫做惡意轉移資產。除咗會 DQ 追錢之外，甚至會有機會被指控為意圖欺詐，交俾警方跟進啊。第二大陷阱，居港天數唔符合要求。領取香港常規長生津嘅長者，社署規定一定要喺每一個12個月嘅付款年度之內，必須喺香港居住唔少於60日，就可以享有最多305日或者306日嘅離港寬限期。但係問題嚟啦，有啲長者退休之後中意返內地探親，或者去外國幫仔女湊孫，一住就住咗10個月，返香港嘅時候加加埋埋得55日，你以為差5日就好小事啦？記住，只要1年居住喺香港少過60日，你就會完完全全失去305日嘅離港寬限期。社署只會發放你實際喺香港55日嘅津貼，幾萬蚊津貼就咁蒸發。呢個60日嘅居住限定同樣適用於廣東同埋福建計劃。如果你係參加咗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喺內地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你每一個付款年度必須喺廣東或者福建住滿60日。如果你私下搬咗去上海、北京住，或者返咗嚟香港，但係又冇通知社署更換計劃嘅話，一旦被發現，同樣會被即時 DQ， 淨係出返嚟喺廣東省實際居住期間嘅津貼同埋追款。陷阱3，家庭狀況同埋婚姻狀況改變而未於1個月之內申報。長者生活津貼嘅審查係以家庭戶口為單位嘅，例如單身嘅黃伯本來已經有38萬資產，低於單身上限，一直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但後來黃伯又同另外一個女伴同居或者再婚喎。喺呢個時候，審查標準即時會由單身轉為夫婦，夫婦嘅上限就會變咗63萬啦。平均每個人只有31萬5千啫。如果佢哋兩個人嘅資產夾埋有70萬嘅話，或者黃伯個人38萬加上老伴嘅資產超標，佢哋就會因為冇申報婚姻狀況改變而被 DQ 追錢啦。又或者調轉嚟講，離婚或者喪偶，審查標準就會由夫妻上限降至單身上限。如果長者個人名下嘅資產高於單身上限，都會因為額度降低而失去資格噶。社署有明文規定，所有個人資料變動，例如地址啊、婚姻戶口、資產離港日數，必須響1個月之內主動申報。如果超過1個月冇報，事後查出嘅話，全部都會由變動生效嗰日起計追溯 DQ 啊。陷阱4，法律身份、移居或者離世。除咗家庭狀況轉變，你個人狀況嘅變更都會影響領長者生活津貼嘅喎。例如羈留或者服刑，如果因刑事案件被羈留，或者喺懲教所服刑期間，津貼會暫停發放。仲有移居海外或者喪失香港居民嘅身份，都唔會有長者生活津貼嘅。另外，如果受惠人身故，身故後家屬如果繼續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都係屬於違法噶，社署會追討同埋移交警方處理。第5，唔可以重複領取其他政府福利。長者生活津貼係唔可以同以下嘅福利同時兼領嘅，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綜援啦，仲有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同埋傷殘津貼。如果長者因為身體情況惡化，申請咗傷殘津貼或者綜援，長生津嘅資格就會自動終止，唔可以雙重領取。第6，未配合個案復檢同埋戶口受委人異常。跟住我哋再睇下另外3個經常被忽視嘅行政同埋個人狀況陷阱。第1，冇留意或者忽視社署嘅個案復檢信。社署每6年都會為受惠人進行一次大周期嘅審查，期間亦會隨機抽出
發出郵遞復檢表格，甚至會安排社工家訪或者要求到辦事處見面。好多老人家收到信之後，可能唔識睇、唔記得，或者以為係啲推廣信堆埋一堆。但如果你喺指定嘅期限之內冇填妥表格交返去，又冇提供銀行賬單嘅證明嘅話，社署系統會自動暫停發放津貼。如果長時間唔理，直頭會被直接取消資格添啊！第二，受委人出現問題，如果長者因為身體或者精神狀況欠佳，要由仔女或者親戚擔任受委人代領長者生活津貼嘅話，社署會不定時抽查受委人，要求提供款項確實用喺長者生活、醫療、膳食同埋照顧上嘅證明同埋單據。如果受委人移民咗去外國，同時長期失去聯絡，或者抽查嘅時候講唔出嗰啲款項嘅去向，攞唔出證明嘅話，社署就會認為呢啲津貼冇落到長者嘅手入邊，可能會即時停發並更換受委人，嚴重嘅仲會向受委人追返啲錢添。第三，記得留意銀行戶口有冇失效啊！如果戶口因為長期冇操作而被凍結、取消，或者長者長時間冇去提款而導致自動轉賬失敗，社署就會自動停止發放款項同埋派職員跟進㗎喇。最後一個陷阱七，虛假申報同埋故意隱瞞啊！呢個 point 好重要，所以我專登放喺壓軸講，提提大家。除咗以上所有提及過事項之外，記得一定要諗清楚自己仲有冇海外嘅存款、海外嘅物業、聯名戶口資產、其他工作收入等等未上報。因為故意隱瞞嘅話，一經查出嚟，除咗會被即時 DQ 同埋追返晒所有攞多咗嘅款項之外，更加有可能被刑事檢控，係好大好大件事㗎。講咗咁多被 DQ 嘅陷阱，大家係咪覺得心驚膽跳呢？其實喺社署嘅制度裏邊，有一個鮮為人知、非常之重要嘅保命防護罩，稱為首12個月寬免期啊！大家一定要記住呢條條款。當長者成功獲批長者生活津貼嘅首12個月，即係第一個付款年度之內，如果因為後續嘅自然變動導致資產或者入息出現咗超標，例如銀行存款嘅利息派咗，持有嘅股票突然升值，或者正常消費未如預期，導致存款微微過界，喺呢12個月嘅寬免期之內，社署一般都唔會即時追討過往發放嘅金額嘅，亦都唔會即時做出追溯性 DQ。社署等到第一個付款年度結束，進行年度復檢嗰陣時，會再審視你當時嘅資產係咪依然超標，先去決定係咪停止發放你下一年度嘅津貼。但係有一個極度重要嘅前提，呢個寬免期只適用於審批後嘅自動變動。如果你喺第一日遞交申請表格申請嗰陣時，就已經隱瞞咗海外物業，或者冇申報某個多錢嘅銀行戶口，即係虛假申報啦，咁樣係完全唔適用於寬免期嘅。一經社署發現，仍然會由第一日起開始追討全部款項。都提提啦，如果各位老友記嘅長者生活津貼真係唔小心俾人 DQ 咗，咁點算呢？都有兩個特別嘅安排嘅。首先有一個年滿70歲嘅銜接機制，如果受惠人年滿70歲，因為資產或者入息超標而被取消長者生活津貼資格嘅話，社署一般會自動幫佢安排轉攞無需申報財務狀況嘅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啦。喺2026年2月1日到而家呢，暫時生果金每一個月嘅金額係1675蚊。就算被 DQ 咗呢，長者生活津貼呢都可以重新申請嘅。例如，如果日後因為醫療開支或者日常消耗，資產入息重新降至下額以下嘅話，都可以隨時向社署重新提交申請長者生活津貼㗎。總結嚟講，長者生活津貼係政府照顧長者嘅好意，但大家一定要清楚明白遊戲嘅規則。記住，只要做足1個月之內主動申報變動，定期留意信箱嘅復檢信，小心處理買樓同埋年金嘅資產轉換，就可以安心咁樣領取呢一個保障㗎喇。
今集嘅影片內容比較長，但全部都係極之實用嘅保命錦囊啊！如果各位覺得呢條影片有用嘅話，一定要多多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嘅長者啊！多謝收睇曉怡嘅影片，中意嘅話記得按 like、訂閱支持曉怡嘅創作，令曉怡更有動力分享更多有用嘅資訊俾大家。我哋下次見啦，拜拜。